live stream in Tibet. Olo kamsa. 对手，这里有一个特别喜欢你的粉丝。给他看上了。他给了대부십句。Hello. 감사. 왕 야스기에서 말이야. 요 아니到时候得不得容不起了钱啊？ लो. Let's. Ah, lagi lah. Let's. Tachena. Chukjana show. Let's. 我要求掌声！摩托洗澡技术，有。갑chen. 갑십句啊，有。얼루 돈유 유래미, 얼루 돈으로 돈유 예배. 뭐 맞지도 돈유, 근데 돈유 몇 보지? 저거 돈이 저는 아주 냠부 투로 쳐. 안 갑이 쳐, 얼루 오시게. 뭔가 안 소소 레가랑 가르스. 学生，大学生还是免费看的主要的呀，俺就藏医院。就么俺们钱的还是的，拍卖送给钱的呗。就是藏医传承人。啊，那。那钱那要的吧？西个子呀，说唱训练二路要的吧？说唱的二路上个学就学，说是没呗，二路些叫说唱了搞不起。 就是拍卖呀，我的这说是的，俺的改搞的，咱们上查中间的这。先改搞的，要不短期是嘛到成么多啊？买呀，我的这说是的，俺这个的拍卖的，俺这个拍卖的人呢，做几车来过的，学几车呀。就是我听说俺的老亲就听这个呀，传承这个话的，拍卖送给人家说唱东西的呢，拍卖岁数来的。我们拍卖说个当拍么就，我们洗澡去有什么多哎，搞不起吧，这个的我，个人看给我嘛的，因为那个所给俺的个那个的但俺做的就没办，啷个就没办，的引进民进嘛拿钱的，就是现当然的所搞不起，我都是兴趣钱，搞不起，所人的一个呢成本能些的享受这个过程是吧？我的钱，俺的那所人的那个要个是多啊，我第一个呀摆准做的下，俺就嘛呢要个写不写吧，我。 没对手给不啊？我搞不有，你的开始我嘛去个，去个呀？你我嘛钱那故乡找的，怎么子？有，俺没对手给不啊？我俺这个群呢的呢，你给点点东西，等你就我来这吃，有呀，咱没对买要不就说啊，我。 说着，我当了就说，哎呀，他歌手是哪首？哎呀，那什么住了？给人给这的写的老啥是巴斯的？现在看到那给了我那你给这什么着呢？那是通马通马第一了，我在长的唐不一些，他写个那些呢，山鸡老师素不能行。 这看来都是乐去，我那场的地，大家有呢享受差不多了。你的那到地里下了，这个阿张的老妈吧，俺的米煮鸡这些，阿张米煮泥这些，你大家不了的名的啥买上，你的当过去搞不多，可是可能是老妈把那俺包子有，加上他的老的巴呀的，你给人给他这肯定老嘞，这。 강에 가져 유네래 아니 치 남바디 하장기 즉 소와리아 르베 킹베 조난데다 아니 대야 아니 즉 구두 쉬야리아 아니 아장이 로디지 바비라 그래서 도전아 什么样做老师？我也是。对了。唱得特别棒。对了。那个所有的这个技巧，歌里面的技巧。 颤音也好，
这个上下的转换也好，然后嘶吼也好，高音也好，都非常好。多谢了，多谢。反正，但如果俺子得单呢，那么多我啊，那是帮一大姐推的，实力不允许低调噻，帮一大姐推的。哦，방이大姐推给伊啥，南山广告掉的，俺能就学会确实可能接直播几个呗。觉得感觉啊，觉得他们学给你确实可了。 중이다. 아니, 저도 이 중이다 감쪽게 쓰셔고. 아, 네, 왔던 저 치고 봐. 아, 뒤도 좀 봐. 아자 니 되게 지도.艾特切罗，阿加了艾特切罗啊。艾特。我开播了，是你艾特我。这个我可以做到。谢谢的。방이 문에 우리 아자가 넣었다. 간다. 是你的。爽快擦皮那的阿啥子？是你的去大方钞票的。抖音以后的。 说是没就是有我去的，我是个姐啊，要我的，多谢老师，漏了。我觉得大家能不能给他再多一点的掌声？对，真的，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然后他一个人在那里，在养着他的弟弟，然后为他只有一个特长，就是可以唱歌，然后他唱歌去养他的弟弟，我觉得他是。 好帅的，真的。我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呢？因为我也是过来人，然后再一个就是他也是个有梦想的孩子，兄弟，我到时候加一下你的微信啊。谢谢。谢谢老师，谢谢。我跟他也不认识，真的不认识。然后对，今天就每次刷抖音就能看到他在拼命的在那里唱。我觉得他要出名吗？结果今天一听，真的不是要出名，他有很多的肩上的一些责任。再次掌声鼓励一下，谢谢。偏不然老乡子过对拿的嘞，他我们那他还是他啥子？那是这样的农村的开始完了。那是。调，俺的伴奏的调跟这是。第俺这正常男生调是吧？俺这娘儿给跟他不是人那个写的是吧？ 신디라 솔라메 괴기 소야라 모시달레 동부자지 괴기 달레 동부자지 괴기 신디라 소마주야라 괴기 소야라 나니 너무 조마자지 괴기 로메 调我的下来，看那个嘛，等就是把，但那个就见那不是那个所以他马包就当那说，心的拉索那么。你想的，人家那调的马当时。妈的，他谈的人，包个调的马年不起，谈的叔叔年岁要给谈的起单的，包个拖来打个人赢的，对，谈的看这个单叫的没。 谈的原唱个调的么？就说谈的，可最马当头的可最当的，拖不得么？俺拖不得么？啊，啰嗦，套差。不要这个。你前面就等级单叫的，所以说你刚才前面唱的那个中音一样的那个，你拉索的，我要这种的，马东的。 신들라니 보신 그기人家怕打死，等这人家等我们都，等这个给的东大去，没看这个调的来年么，原唱来年么。他等音当唱是吧？他接当头嘛的。等这的国语的，马步就没呗，叔叔略略就没呗，我的国语。 他老那把门洞啊，东满大站到这就啊，是个马，可最马轻松呢，说不定我们就给你亮灯了。
新的蓝的破旋律一索呀啦，再下往下下嘞东不扎西古吉达嘞东马说的马，都没知道。达嘞东。样怕的当时给。马丢的是哪个说不马出来就打的，但都马丢的是然后等这给说的这很多马的是不接单元呢，你再往低里走，说不定我们就给你摁了，给你趴了。那是，当俺做了的，他的阿来就是说铺上看的吧，写的呗。俺就是木头的铺上的啷个地个呀，修干对员呐，俺。可给他呀，老种切过来了，就看都该干了，所以送那个我的稍微的指点一下，然后，阿迪老师吧，阿迪老师。哎，那样没读的恰恰是。他到时候搞就是的，然后。是我那伊，如果可能他的选手是那的，俺来其他的拉萨南大伊，俺他这里样他也针对那了的有呢，其他样的竞争力我是都确实也是蛮强。你香港如果可能，是吧？到时候考教学。多谢。多谢。那是，去考修都的。这他看没了，我那是跟了光子切考去玩的，他提示了一下啊，说铺上木头鞋吧，伊呢啊木头啷个地方呀，老种切了下的，认同啊，做的，先把人们都，他看他确实啊，老种钱呢，俺就给推卖的，这就刚刚哈葫芦吧，掉看这一面，先看这几，掉看这几个状况面，这是他过了鞋等下那钱那没最。基本是吧？咱俺这个边第三嘛的，是吧？啊，第来做的老中医的，有，俺你来他们。节气弹不出来的时候，第一句一定是什么？修给我嘞！所有的歌曲，我们不管会不会唱歌的，好不好？稍稍普及一下，哪怕我们去 KTV 也可以。就是我们所有的歌曲的第一个字一定是重音，就是大。轻的，大，轻的，按错，点啦，咚咚，是这样子的。我们回去可以，就是假装学一下吧，就是不是说我有多么牛逼，只是我告诉你们，就是可以这样，好吗 ？OK， 谢谢。感谢我们卓梦阳周老师自己会的那些所有东西，都要分享的，特别好。啊，其他你能就前牛都给带个，天呐，都教的啥了吧？就是能就都去呗，但都前面那说是没做的学生的，哪个我把那都，那年底去修给学的，那就这么子啊，有请阿迪老师。喂，南大民都，那今年呢，郑州忙不进呢，既然今年有，今天就是第一个上来有很多。各种因素，包括这个整个音控老师那边也好，而且你戴耳机可能也不太习惯，有时候不习惯就不戴了。那我今天其实对你期望还是蛮高的，但是没有发挥到我心中的那个样子。希望下一次再次期待你更好的表现。多谢。简直啦！讲么的嘞？那这里俺就真修吧，汤不？有些脏嘛，有些配些，我呢，并不是被要不多了。那路线我呢，恰恰呢，全用我呢，恰恰的学是根本多。他等我见了我就说的，对的类似把这七场教师，你俺就这个节目的类似，村长教师这些多，他这个专业类似研究的，马上要不习不当那是。多谢，我今天学家了，多谢。俺今天的年纪战队那呀，用老师给的鸡蛋接不着，我的就呢，一直没去跟个人学了呢。
俺都是下一年来年长的那要让那的年长的那要年去马币的，把咋要给三生着，现俺都去不的那天没去不宽多啊。人公用些个话，真的把咋要呢，还用俺年过的，啊，这是，而且他前那俺做跟板凳子啦，跟专门样做啦，跟阿弟啦，啊，跟他们现在啦，可能做西个老板拿下，俺真不说，可能做水个错别那呀，真的都给。làm sao mà学呀？啥个这 Interlex 加个其实啦。同嘛，原来呢被规划要叫那把人头呢，他是那属于啦，那个老板话人头呢，他是那属于你到底对样的今年老总大查，你呢点的成都对被决定的，我我呢先呢这。成都的办法用做的就是都，你顶这个了也都是成都的，可是个成都大家专业的嘞，成都都是的吧，今年老总被么是被老总某个星期了，你呢是说长隆用些路边头长隆去用的，你但是给了你当我这些给了的，跟怎么样做来，特谢。今天怎么样做了？咱们给金正生这学院长，嘛这等等呢，也是用的呢，交给党队长吧，说老大缺不起他们说，这等等也马扎可多呢，其实老爸爸呢说是的，他们上就200米，那个金正预备没办，这等有的金正，谢谢嘛说了，你也学了叫我，啥子？可是是，陶姐。来，恭喜我们卓曼扬祖老师，今天晚上拥有第1位选手战队里面已经有3个了，是吧？3个学员，来，掌声走起来！陶姐，俺节目叔，恭喜，这是得嘞。我要飞了。我的，这个也金正的卡着，俺做直播天东等人忙着要的吧，俺做播啦摸啦，这马线的这。可能这个来自点了上，是吧？俺做的这部写个程度没吧？俺做见过家这里辛苦养呀切个，所以个这这大爷有叫广大确实给不什么但这大爷有叫李正听着这穷的上不几趟你呢恰恰是那俺做价格给别定是那样俺做个可能做选手我呢恰恰是呢，但俺做个每日个人呢的说是结果的呀，过了几天马的钱俺做给那对吧？但给几是不呢？看还不差住的吧？给那对吧？给搞不起的这钱俺做每日个人呢的怕来自己忙不起个还快个钱那上不上？我定这事嘛都先把给。看见没？这张刚个老个3家用处多少呢？价格给那着，价格定是那俺就给个给国语的人嘛的，得开我嘛的，票价定是那俺就每日给起的人嘛的，你个老接触个的对呀，3家东国军政开门多，俺就引进民间票的的车子，说不呀，把啥去看了咱不出干嘛塞的，准备个车接的那票的是个的呗。听这嘛的，票的是的车子，俺就票的个人呢，看这是特别懂的，三路当家，我听这个呀，来个其他，俺就让每日个人呢的因素呢着，俺就每日个大个让我的要嘛嘛多中嘛的，所以干给嘛这钱没了猛死的是吧？我的多中的，这张俺就他的李真的所以听这几个，俺就跟了可能就皮几个皮那个可能就来我呢什么呀，俺这要的。俺就每日能呀要的吧，所以干给嘛就呀没军业的呀猛死的，这张可能就给什看这时候的什么大猛不起姐的呀配不的，可能就皮给学给往这要的，俺就等人家去看他点大的，可是全部用那所其他大的，俺的呢主持人来给确实不门都是个东啊，主持人确有那没那嘞，俺的人李真的那呀比同年要嘛的。俺的因是呢，俺做李真的个总策划师赢了，总导演赢，专业主持人及邀请策划上的，但搞得错是等下的钱，你得看些下是的，全部都得专门的买点那大的，这是干个了哈户型的这个的呗。而且有请我们下一位的。呀，一的，等俺这给嘛的，一的下不的开，下不着的呀，刚不年的都不说，一的，预备去。说，这么说，那个的给灵给怎么呢？这是高手。说，哎呀的，哇，这是那是家说嘛。
但俺这嘛姐姐，俺清晨年不是懂的，苦个等着先报了以后嘛的，多光岁岁没去当嘛都。俺朋友没去当也同也没干了呗，什么清楚的话，第二讲朋友没去是跟当的话，工作，别几个月，但也不是懂了，我，哎呀，赢的，看没到一路单的这皮路单的这看单的路呗，我，说是看了赢吧，但多光得做的电脑可能做呀，打动去不过的，现在第七，说是最难说的，来说。俺这几嘛几？的青春的天那么个苏大坡，天天从大南洋起的美，南西拉就当哈着三那的对接，天天从俺每次开场都是，天天别忙大鸡毛。天真白夜三冬娃，冷头别真白难去，土三容卡达人个，东说送句话难人当冷的，写到我土。呀就俺就跟大宋拉的，跟邓子跟上那个老板娘吧，也就声音，他都讲给。상님들입니다. 제 죽슈딩은 나도 님도 상부가 기부자. 지니 숨쉬 지마치지 쉐레딘 돌로소 아까 빈준 태양 죽대미 벨레 절심밥에 스모테니 제 심도치 안 빈수치 도제 기 집에 쉐레 집에 킹베가 이딘제 요 와라 nghe chờ xin nhang đồ thô bề gì bề chỉ chuẩn đi e cho lẽ là càng cứ mà có nào à cả cha mình tu hi xin chú lý cha bề chờ lù chi chi cho su b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남자 디스 나중에. 남자 좀 말이야. 好的，来往前走。先介绍一下嘛。참으로 감사가 댄주이 편분의从林州来的。俺昨天老乡是듣던俺呢。么么哒。好的。那我们5位导师都没有亮灯啊，因为这个原因自己也知道，是不是？我知道。因为你应该。